歡迎收睇世界觀。繼美國加州洛杉磯同首都華盛頓特區之後，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係另一個派駐國民警衛隊嘅地方。除咗因為由民主黨控制之外，有評論認為總統特朗普特別關注波特蘭同一啲難民場面有關。波特蘭係美國俄勒岡州最大城市。6月初以嚟已經有示威者喺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嘅設施外抗議總統特朗普嘅移民政策，部分演變成衝突。截至上個月初，累計有20幾人被檢控。These are paid agitators, and they're very dangerous for our country. And when we go there, if we go to Portland, we're going to wipe them out. 特朗普上星期六就透過社交平台發文，宣布提供一切必要部隊，保護飽受戰爭摧殘嘅波特蘭，同埋受到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等本土恐怖分子攻擊嘅移民和海關執法局設施。如果有需要嘅話，更加會授權動用全部兵力。President Trump has directed. 民主黨籍嘅波特蘭市長威爾遜話，當地唔需要軍隊，而同屬民主黨嘅俄勒岡州州長科特納就批評特朗普濫用職權。之後，俄勒岡州同波特蘭市提出訴訟，試圖阻止特朗普政府向波特蘭市部署200個國民警衛隊員。去到星期二，特朗普喺弗吉尼亞州嘅軍事基地同國防部長哈格塞斯同一批美軍將領會面，發言嘅時候再次提到波特蘭市。Portland, Oregon, where it looks like a war zone. And I get a call from the liberal governor. Sir, please don't come in. We don't need you. I said, well, unless they're playing false tapes, this looked like World War II. Your place is burning down. 波特蘭市嘅情況又點樣呢？移民同海關執法局外繼續有零星示威，抗議國民警衛隊進駐。But I've been to the ICE protests early on. They're very peaceful, just demonstrations. Where's the emergency? 數據顯示，波特蘭嘅暴力犯罪今年頭6個月有下降，其中兇殺案同舊年同期相比減少大約50%。點解特朗普要將矛頭指向波特蘭市呢？美國政治網站 Politico 就認為，特朗普對待波特蘭同對待其他城市有明顯唔同，部分原因同5年前黑人男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頭壓頸嘅事件有關。2020年5月，46歲嘅弗洛伊德喺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茲市涉嫌用泥抄埋煙被捕，期間被白人警察肖曼用膝頭壓頸，接近9分鐘後死亡，觸發美國多處爆發大規模反對種族歧視等嘅示威。其中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示威就歷時超過100日，大部分都係和平進行，但亦都有人搶掠鋪頭、同警方衝突同埋放火燒政府建築物。有形分子視為冇政府狀態嘅象徵。當時係發生喺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內 ，Politico 形容係佢永遠唔會忘記嘅場面。佢之後未經州政府同當地官員批准，就調動超過750個國土安全部人員進駐波特蘭平息衝突。Politico 引述美國政府消息人士話，喺特朗普眼中，波特蘭正係2020年問題嘅標籤城市，加上係庇護城市，即係可以限制當地執法部門同聯邦移民執法機構合作。白宮認為今次派駐軍隊嘅行動係用嚟證明聯邦政府有必要強硬執法嘅合適例子。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